也会讲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品牌。对 ，Mr. One。唔同人哋小家呀，因为都好爱跳个舞啊，这个嘎哄对，就是很重要的乐器，嘿唔过对一般人来讲，可能这个有点陌生。同人哋介绍一下嘎哄系嘛？这个木箱鼓呢，它主要就是可以，我们的设想就是，因为我以前打爵士鼓，所以就觉得爵士鼓很麻烦，要带很多东西出来，发现一个箱子竟然可以发出这么多声音，然后就觉得。哇，这个冷门的乐器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哦，你喺哪个时间发现到这个木箱鼓？我以前就在教爵士鼓的时候，就发现，网络上看到有个老外，他就手指头发出很多声音，想说哇，为什么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箱子可以打出这么多声音？然后就觉得它可以产生那种独特的共鸣声，然后会让人家觉得。内心的声音会被外面听到的感觉。哦，跟头摆打爵士鼓冇共用。对，爵士鼓就是透过鼓棒，好像就会有一个距离感。也个是家用树，是家用树，所以就感觉会冇共用。对，对。古说发现到，可是一般人发现如何去学如何会啊。是。可是你竟然自己创一个品牌。对，因为我就发现以前的比较。早期的木箱鼓它是不能调声音的，就是像我们的鼓是有专利，是可以调整声音。调声音？对，也可以调声音。可以调声音，它可以有非洲鼓的声音跟爵士鼓的声音。哈，你讲压造就可以？对，这个就可以。怎么调？对，它里面有一个旋钮。哦。然后手伸进去，有看到吗？有哎。往左边转松，它就可以变非洲鼓的声音；转紧就可以爵士鼓。那么神奇哦！鼓手压还你的专利，对，能开发出来的。对，如果我们现在因为压它访谈不能放地上嘛，是。如果你放腿上是可以做出哦，刚很做宽啊，做哪块？现在这个是爵士鼓的声音。手伸进去调一下，它可以变非洲鼓。这边爵士鼓。按神奇，对，按那把好哦，你一创的时候就有这个 idea 吗？其实算是中创完之后开始常常表演嘛，常常表演就发现这一颗鼓不能满足所有歌曲，然后就发现我好像要带很多颗鼓出去表演的时候，比如说帮歌手做一个专场好了，他可能14首歌曲。不可能每一首歌都是这个声音，曲风会太一致。就发现好，我既然要带那么多鼓，那我干脆研发一颗是不用带这么多鼓，里面调声音就可以改变音色。鼓手以面黑专利，鼓手我不能问你太详细，是怎么做到的，对不对？也可以。对。刚刚以个调整会调吗？就是那个响线呢，贴紧一点跟贴松一点，然后里面做个弹簧。放松它就会弹出来，转紧它就可以贴着鼓面，它就会有响线的声音。